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日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恼。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这是咱要请敬拜团带咱用恶恼歌来调祭上帝。现在敬拜来个平安，我们一起用第一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来对自己唱，也对你隔壁的同学唱。我们要放下一切，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用这种诗歌，我们来寻求全新的生命。放下一切，放下了羞愧，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唯一。我们放下一切的忧虑，放下一切的痛苦，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恩典在于主，盼望也在于主，我们的一切都在于主。放下。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残累，主我来到你，是恩宠。放下一切忧伤和痛苦。圣
更深爱你，我要更。这是咱游园徛伫，咱要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用。新的界面，你着真心、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出比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要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甲听你，你若着安尼相听，你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要来教读启应文。今仔日的启应文是记载伫旧圣诗第38篇。我来客请大家来引。我细数话讲人甲天使的音语。我细数做先知，搁细数有交杯的信，到夜来移山。我细数用尽所有的来真济，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仁爱是熬宽容慈悲。无行见效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相甲欢喜。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的也无完全。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
因为当咱对镜底看，无无明。我当所在的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仰望、仁爱这三项。请咱三角后头来祈祷。慈悲怜悯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众兄弟姊妹，搁再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学罗你。阮搁一摆要甲你三角结连，求你，互阮的耳目会当搁再一摆看见你的作为。主啊，我要恳求你，听阮的祈祷。求你医治阮遮有罪的人，医治阮的心神甲肉体。阮中间有身躯欠缺、有欠安，也是心灵痛苦的兄弟姊妹，愿你的医治的灵医治阮每一个人的病痛。因为你受的刑罚，阮得到平安；因为你受的鞭伤，阮要得到医治。主啊，你讲就一无挂虑，凡事只要照着祈祷、恳求、甲感谢，将阮所想、所求的交托主。主，你要赐阮出人意外的平安，嘛要伫基督耶稣内面保守阮的心思意念。当暑假已经结束，恳求主耶稣赐予每一个细囝有智慧的灵、有才能的灵，互因面对新的学期，会当有看重时间的学习。会当做时间的好管家，伫每一时、伫每一刻，有好的读册的效率，会当得到好的效果。当即时恳求上帝，你踮伫阮的中间，安静阮的心，恳求宝贵的圣灵引带阮的礼拜，想事送恩弟兄有智慧的启示甲灵，互听道的甲讲道的，拢会当对你遐领受旨意甲教示。搁再一摆来造就阮的信仰，互阮互相成全，为着建立基督的教会。阮安尼恳求、祈祷、甲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即时，咱要请圣歌队带咱来学乐。今仔日因的诗是美好的黎明。
多谢圣歌队用水的声来带咱学罗上帝。只是咱要来读圣经，咱要来看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8章。哥林多前书第8章，请大家来看，我来读。论到这五常的物，咱知咱拢有知识，知识的至高自高，若是仁爱会建立德行。人若拍算伊所知，就是伊还袂知照所应该知。人若疼上帝，即个人就是互伊所捌。论到食五常的物，咱知五常伫世间是无影的，也知上帝独独一个，无别个。因为虽然有称作上帝的，或是伫天里，或是伫地里，亲像有侪侪上帝，侪侪主。若是咱只有一个上帝，就是爸，万物本对伊，咱也归伫伊。阁有一个主，耶稣基督，万物对伊，咱也对伊。第8节，总是人无拢有即号知识，有诶拜五常惯势，到当掠迄个祭俗做五常诶物来食伊，因诶良心既然软弱，所以就目着，总是食物无互上帝欢喜咱，无食咱无亏损，食咱也无利益，独独着警醒。惊了恁即个悬做软正的人会脱害，因为若有人看见你有知识的坐倒伫五常的殿庙，迄个软弱的人的良心，敢无对安尼放胆来食这五常的物吗？因为你的知识，迄个软弱的人沉沦，就是基督替伊死的兄弟。恁安尼得罪兄弟，伤着伊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互我的兄弟跋倒，我就永远无食肉，免互我的兄弟得着跋倒。这是今仔日咱要请上恩弟兄来讲道，伊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看见 VS 活出。咱请上恩。兄弟姐妹平安。今天已经到了农历尾声了哈，就是7月底了，已经到了7月底了。在1个多礼拜前呢，8月18号就是我们的什么7月15中元普渡嘛哈。民间都有很多那个信仰的拜拜的行程哈。那是你的厝边吼，摕一块山楂，还是一块鱼仔互你，你要吃无？啊，如果你的公司拜拜活动完了，剩很多的零食啊，哇，零食很好吃的，要不要带回去吃？啊，想一下好，在谈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哥林多的情况，它的背景。在保罗这个时代，哥林多就已经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了。它是独占从雅典东西路以及什么西北西南的2个海湾哦。来，那这个呢是哥林多的运河，地峡运河哦。这是现在这个地峡的照片，现今的照片，很壮观，对吧？哥林多是亚该亚的首府，多数人当时原来是奴隶，后来呢被释放，得到自由。有创业进取心的人，他们就来这边开始打拼，行商赚钱。后来呢，就开始越来越发展，这个地方就越来越繁盛哦。所以那地方人种很多，人口复杂，信仰也很多，很繁忙，运河交通发达，
工业、商业都很发达，教会就是处于什么这个状况下？教会的人有很多的恩赐，他们的口才、知识等都很全备，但是他们结党、嫉妒、纷争，他们属肉体。来，这是哥林多的古街哦，由后续所挖出来的，就有13座的神庙，像是阿波罗神庙等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阿弗罗代女神庙哦，在山上的卫城中哦。这个是爱美与性的女神，相当于当时就是希腊神话的 Venus 哦。那庙内有上千个庙妓哦，没错。所以哥林多另外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就是现在的红灯区。什么呢？意思呢？就是你白天有的人就会去上山去寻求情欲的慰藉，到了傍晚之后，那些庙妓们就会出门，然后就会整条路、整条下山的坡道上就站满了庙妓哦，他们就会下山来寻求客源。这就是哥林多的介绍。所以保罗最大的烦忧哦，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的情况，放荡、纷争。这些人呢，也太爱争强了哦。他们很聪明，他们有很多的意见，他们还有很多的想法，因为他们都是奴隶变成自由民嘛，他们是来打拼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独立自主的想法跟意见。但是教会内变成什么？各立山头哦。教会内的纷争、内部的分裂就非常的严重，道德败坏、分门结党，还有各种激进的女性主义。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一直很严厉。他在第1章就说到：你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但是你们却结党哦。到了第4、5章，一直反复强调你们自高自大哦，像是4至6节，免得你们自高自大。18到19节，有些人自高自大，那些自高自大的人的言语。到第5章，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到第8章，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造就人。到第13章，我们才刚念的哦，你那是什么？没拼碰嘛，对不？所以保罗在第1章开始就很认真的告诫什么？他们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大家知道自高自大的情况在哥林多教会是有多么的严重了吧？信徒群体他们彼此之间分裂、互相批判的事情，甚至延伸到了教会的各个层面。第8章我们就谈论到了教会里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了第10章，就是到底可不可以吃那些祭祀的东西？在当时的背景哦，整个哥林多城，如果你想吃肉的话，要去哪里吃？其实都是庙里发出来的肉，肉都是经过庙里的祭祀才流到市场上的。所以面对这时候的处境，信徒应该怎么办呢？纵观整个第8章，我们在处理的是为了爱心的缘故，在道德上，在生命上要放下自己的自由，要从爱心来替别人着想。到了第9章，保罗他讲他自己，他说什么？他说为了别人，为了教会的缘故，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自由，我要用什么？用自己的生命做例子。他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些人吧。而到了第10章，他说什么呢？他从神学上来说，来阐述他说今天我们信了耶稣，领受了基督的饼和杯，我们是与基督相交。你们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没错，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能造就人。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关于基督徒的什么自由跟牺牲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我们也是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中，想想看，台湾的基督徒才占了几%，才占了几%，主要都是什么？
民间信仰嘛，我们要如何跟不同背景的人相处，特别是在一个充满不同民间信仰的环境中，基督徒要怎么样面对于这样的一些习俗，这样的一些真理呢？这里牵扯到2个议题，第一个是看见，第二个是活出。一方面呢，是对于真理，也就是对于知识，你应该要有的认识。另一个呢，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活出这个真理，也就是活出爱，活出彼此相爱的心。这也是传道人在牧会之后，你会持续的面对的。第一个，教会不能跟世界脱节；第二个，如何不让世界影响教会，因为教会是需要入世的，基督徒需要进入世界，因为信徒有使命，要传播爱，要传好消息，要爱人如己。但是进入世界之后，世界也会反过来用他们的物质观、金钱观、偶像化的观念来改变教会子民，所以独一真神的认知、真理的认识也很重要。再来，我们来看第8章的结构。前面1到8节说，保罗说什么？自由固然重要，但是你的爱心更重要。因为爱心，我愿意去限制我自己的自由。然后他在9到13节说什么？我们不要让自由变成别人的绊脚石，这个很重要。没错，哥林多人说什么？哥林多人很清楚什么是自由啊。他们说什么？自由就是凡事都可行。所以保罗帮他们补充了，但不都有益处，不都有益处。所以回到了开头的第1节，首先讲到说，论到祭偶像的物，论到这偶像的物，咱都有知识。论到什么是论到？什么是论到？按照保罗书信的写法来看，这种论到这2个字做开头，不是保罗主动讲的，是指哥林多人写信问保罗，这地系这个知识是什么？是指什么？是指信仰方面的知识。哥林多人写信问保罗说：“我们中间有人吃这个庙里头的祭偶像的东西嘛？甚至有人到去庙里头去宰的啊，那样。”那他们就对保罗提出一个论点了：我们有一个信仰上的看见，我们知道有独一真神。好，所以吃这些祭物其实是没关系嘛，因为都是假神嘛，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真神嘛。保罗的回答是 yes， 他也同意。保罗原则上同意，关于食物的限制并不具有约束力，因为一切的食物都是属于即将过去的世界。不过保罗特别的强调，特别的提出告诫，教会内存在自傲的问题。他说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知识啊。保罗说什么？他说知识使人盲目，因为你们过度的自信了。如果你懂了这个知识，那只是一个信仰上的看见。这个知识如果没有爱做基础，那你就自高自大了。就好像是你去跟别人讲说啊，我知啦，你不知啦，啊，我做搞的你没法度啦，你这样。所以保罗在教会里头，他说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有没有爱？你行出来的是不是能够造就人？只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在教会里头运作的时候，其实爱是很重要的。这个爱不是指不需要知识，不需要真理，而是你明白了真理之后，你要用爱的态度去行出来，去活出来，这样才能够造就人。这句话对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很多人其实他喊得头头是道，行公义，心存怜悯，其实刚刚这有信用的丢了。可是如果他暗地里的行为呢，是脱节的，他的行公义只是在满足什么？满足自己，不是谦卑跟你的上帝三角形。那这样他是不是真正的在帮助人？不是嘛，不是嘛，对不对？所以私底下他可能是一个批判、排挤、欺压别人的人，那就变成什么？他都读的像个东西，但的喇叭，
对不？我们今天需要做的是什么？将真理活出来。基督徒福音的传扬，不是只有教义的宣扬，是活生生的生命的见证。耶稣对看家己做义人，看轻别人的人有讲一个譬如，这大家拢真熟的。有两个人去圣殿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抽税法利赛人徛咧，家己祈祷讲：上帝啊，我感谢你啊！因为我不亲像其他的人啊，不义啊，淫乱啊，我嘛不亲像迄个抽税我一礼拜拢进食2遍，我搁奉献我全部的1/10。和合本翻译作自言自语的祷告会有人以为法利赛人的祈祷是低声呢喃自语但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向自己祷告。什么意思呢？新译本我们来看一下，他写法利赛人站着祷告给自己听。中文标准译本写什么？那个法利赛人站着向自己祷告。所以耶稣指出，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对象不是上帝耶，他的对象是自己耶。这个法利赛人他看不起旁边这个税吏，而这个税吏很谦卑，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他远远站着，甚至不敢举头望天，只是卑微的求上帝怜悯。由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知道，真理需要的是什么？真理需要的是用爱的态度来表现出来。这一章保罗一开始他就做了提醒了，他说什么？你们真理是没有错的，但是你们心态根本就不对了。按照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也就是说，如果你实际上自高自大，觉得我什么都知道，那你仍是不知道，因为你无法谦卑下来，就无法真正的去领受神的启示。神的启示不是靠着钻研圣经，或者是你懂得多少知识就了解的。在生活上，甚至在神学院，我也常常遇到许多骄傲、爱斗争的人，真的也是需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只是道的传扬者，我们不是道的发明者。既然我们只是领受，就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抱着这样的态度，就容易谦卑，就容易更清楚的认识神。接续保罗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句话好像是上帝无所不知啊，你爱上帝啊，上帝他当然知道啊。其实这个我们在翻译上要做一些小调整。这在更早的一些抄本之中没有神这个字所以说神这个字是后来加进来的，为了感觉比较通顺其实这一节的经文的意思是，若人有爱，这人乃是真知道。在希腊文的文法里头有一个这个字是官身动词，这个知道这个字是官身动词，就是自己去知道。所以是什么意思？知道的意思就是自己认识真理。我们可以翻译为，若有爱，自己就认识真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还是有点难懂，所以你要跟前一句话一起来看。如果你自高自大，你自以为知道，其实你并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有爱来支持，活出那个真理的话，那你就真的知道了。换句话说，知道不是停留在你的大脑的表面，是怎么样？是活在你的生活里头。保罗强调，你有知识吗？你真正认为你自己有知识，那你一定要有爱做基础，爱做态度，你才可以活出来。保罗讲出这个大原则之后，才开始跟他们谈论祭偶像的事情他在第4节跟第6节讲到独一的上帝。请问我们所知道的真理知识，第一条是什么？就是只有独一的上帝嘛。其他人所造的、人所刻的，那些都是偶像，都不是上帝。如果你祭祀的对象是一个虚幻的，那祭物本身
本来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祭物就是食物啊，食物拿来吃，当然没有什么大不了。那在第6节接续说，那位上帝就是父，万物的一切都根源于他。我们也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借着他才存在的哦。这段经文就讲出了圣父与圣子在神性上面的一致性，而且是完美的配合。接着保罗提到了那许多的主、许多的神哦，这个其实在哥林多教会是随处可见的。我们刚刚有说到嘛，我们挖出了遗迹就有13座神庙，对不对？在第1世纪的希腊罗马宗教场所的活动哦，其实都脱离不了这些传统的神制哦。可以说哦，日常生活中形影不离。你那时候城邦中要出售肉，第一部分就是送到庙里头去宰杀，祭司是负责宰杀的哦。所以说，贫穷的公民哦，你只有等到宰杀完卖到市场上，你才吃得到这些肉。所以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的祭祀活动，就是指这个意思哦。所以不像现在吃肉这么简单，那时候的吃肉一定会关系到偶像的祭祀活动。所以这里我们要先分别什么？分辨一下旧约、新约跟异教的信仰，它们的差异性哦。但是共通性就是祭物，就是借由祭物来联合。祭物呢，代表献祭者 ，OK 的一个相信哦。旧约的祭祀是指什么？吃的人和献上的祭物联合，祭牲联合。这些祭牲代表献祭者被献给上帝。像是有一句西方传过来的谚语嘛，叫做什么？代罪羔羊，听过吧？代罪羔羊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把罪归给这只羊，那它可能就被放逐了，或者是被烧掉了。OK， 这是代罪羔羊，这是旧约的祭祀。然后到了新约，有了主设立的圣餐。圣餐之后，新的概念是什么呢？我们信耶稣守主的圣餐，就是信徒借着吃代表主身体的饼，喝着主的宝血，我们跟主联合，我们弟兄姐妹间也借此彼此合一，就是新约的概念。但是民间信仰的祭祀是不一样的概念。民间信仰的祭祀呢，是我吃这个祭物，借此我跟可能观音妈跟什么有的没的联合，借着吃祭物跟这个神明联合，这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7节跟第10节他会提到什么？民间信仰者进入基督教信仰之中，容易产生错乱的问题。所以可以说，就物质上层面来讲，祭物当然没有产生变化啊。所以市面上卖的肉，你谢恩之后都可以吃。但是在属灵上，祭物它还是有它的意义。所以庙会上的食物，信徒如果你为了保护其他人的良心，要不要吃？就不应该吃嘛，对不对？保罗简单的来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神不会因为你吃还是不吃作为判断你是好人坏人能不能进天国的标准，因为食物本身就是中性的，不是成为你好人坏人的验证标准。你跟神的关系不是靠着吃。我再重复一次，用我再讲一遍了，重点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不是你跟假面的关系哦。所以，如果你今天对真理很清楚，可是如果你没有爱做基础的话，那你吃祭祀的东西一点都显不出你对真理的认识。如果你今天不吃，是因为你害怕，那么你不吃，你的生命有改变吗？还是没有啊？也没有让你更圣洁啊。所以既有项的东西不算什么，但是你要谨慎。什么是谨慎？谨慎就是卖火狼博的，不要让别人跌倒。保罗说你要小心，不要妄用你对真理的认识。庙里头我们常常会有庆典嘛，一个迎神赛会之后都会有酬神的谢礼啊，像是我在台南呢，台北可能比较少，台南一大堆的酒酒，对不对？很多的那个嘛，我们常常看，但是现在也很哥林多教会那时候就很多这个啊，他们对真理的认识
很大胆，都还跑到庙里头去一起跟他们吃喝哦。虽然偶像不算什么，祭偶像的东西当然也不算什么，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随意吃这些啊。所以保罗一直到第10章，他还在强调，献的依告吼，这段定的物件是献给假神的哦，不是献给上帝的。恁啉主的杯，参加主的宴席，不是参加假神的宴席。这是要告诫哥林多教会，别参加民间信仰朋友们他们所举办的宴席，因为这些朋友们他们举办的宴席上面通常都有民间信仰自己的仪式，自己神明的仪式，也破坏了守主餐合一的这个概念。所以保罗强调，我们不该忘用对真理的认识，而是应该谨慎，不要让弟兄姐妹绊倒，避免让基督重价赎回的那软弱的弟兄又因为你的知识，又因为你的自由而沉沦了。较软弱的弟兄姐妹，基督为他死，他也是尊贵的。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的知识使这样尊贵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偏差的行为而沉沦。所以保罗在最后2节他说了重话，他说我们应该要考虑到每个弟兄姐妹的需要，避免自己的行为成为其他人的绊脚石。这个保罗在14、15章也有讲，我们要等待其他人的信心坚强起来，真理完备起来哦。他讲到了类似的原则，他强调说，对真理认识越清楚的人，越应该要考虑到那些不清楚的人，为了他们的好处放下自己的权利。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以爱心活出真理，而且考虑到别人的需要，不是只顾到我自己。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章节的统整哦。有关于吃拜偶像的肉产生的争论，延伸出了什么？对信心的强与弱的划分。这个划分是保罗划分的吗？不是，这个是显示什么？自己认为自己是强者的人做的划分哦，他所贴的标签。但是保罗的教导是什么？好，你说你强，那强的信徒，你当然有责任什么？要维护较挣扎、较软弱的弟兄姐妹的良心。说到底，强的信徒他吃肉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满足口腹之欲嘛，对不对？第二个，为了得着好处嘛。所以基于争强的思维，那些良心较脆弱的基督徒遭到了轻视，所以轻视他就变成良心上受到了很多的打击，所以保罗才说这些人自高自大。所以保罗整个哥林多前书为什么不断的强调你们不要自高自大，就是不断的在告诫这些自认为自己是强者的人。而这些呢，有信心的基督徒本来有信心，但是吃过祭偶像的东西，如果信心又不安了，那其实会引起什么危机嘛？所以良心的挣扎的，就是代表这些信徒们不确定自己做的到底是不是对的。所以当然我们是需要更要求，不是要求弱者，我们是要求强者放下自己争强的意识，放下自己享用佳肴的权利，去体贴这些软弱的基督徒，去体贴这些贫穷的基督徒，体贴这些心灵敏感的基督徒，这样才可以成全教会。这就是合一。而另外又有一些具备知识的基督徒，好，我已经摆脱这些迷信、这些偶像的一些禁忌哦，但是我又不想错过我自身的好处，所以怎么办？我不想错过我自身的好处，所以我就想要去获得我的权利啊。我的权利是指什么？我自身的好处当然是指我继续保有我跟民间信仰的人的权利社交网络，出席他们什么民间信仰很多的宴席宴会，那时候的宴席都比现在还要隆重正式嘛。我不想破坏，因为我们都是自由的商人嘛，因为那时候很多的自由商去组成的，对不对？但宴席上通常都有民间信仰的仪式啊，所以
怎么办？所以保罗重新的讲到了，你们不要为了错过自己的权利，就去参加这些非基督徒朋友的宴席。的确，你在社交、在朋友圈、在权利上，你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可是，如果让弟兄跌倒了，那就没有益处了，这就没有好处了。所以，这就是没有益处可言。所以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入世的，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光做盐，但是我们要怎么行？什么是一个好的正确态度？相信这一章的教导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提醒，也可以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指标。愿主带领我们。好，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恳求你保守我们彼此的心，让我们有更多的爱在我们里面。求你除去我们的偏见，除去我们争强的心、自高自傲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让我们有更多的去看重、去重新学习，如何更真实的彼此体贴、彼此相爱，活在主您的爱里面。主啊，恳求您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从内而外活出主您的样式，从旧换新，成为新造的人，不再追求自己的益处，而是体贴的心肠，愿意让其他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邻舍们也都有益。主啊，求你赐下圣灵引导、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去活出真正的真理，真真实实的看别人比自己强，互相体贴，为善为美，互相包容，彼此相爱。这一切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时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请咱来吟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的诗。我就要不停。
侪，请咱即时来备办心来奉献，请书献的即书。来吟奉献诗。请咱游玩徛伫，咱要来吟上吟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煞，咱要请蔡长老来祝祷。请大家接受上帝的祝福，愿你们应当义无夸虑，凡事借着祈求、祷告跟感谢，向你们主耶稣恳求，就上帝所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主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做福基督的稳定，天父上帝疼痛，圣帝相通因带班赞祝福您，特别夹过来好好中间奋斗的，小顺智慧参名。对即时这个永世代无说，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的内容，咱真欢喜，今仔日有一位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他是王延文。好，他是上恩的大学同学，我们欢迎你哈。好，那个消息的报告，后礼拜有担任事奉的兄弟姊妹，请准备心。奉献的部分若有出入的，则请甲会计来讨论哈。然后消息的报告的部分，今仔日礼拜四有定期的中级会，请中级准时参加。升学的部分，咱等下再请蔡长老来祝福。
然后后礼拜是9月8号是青年主日，好，青年主日，第八是你的幸福关系，你跟上帝的幸福关系，所以请大家当踊跃的邀请青年朋友，还是厝边隔壁拢会使，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青年主日。过来是9月15号，咱们颁发教会的晋升奖学金，所以请有符合资格的学生，伫个后礼拜9月初8进前，把你的成绩单交予陈慧华长老。然后，这是咱们来介绍今年升学的同学们今天很高兴，我们其实看到很多那个不是新朋友，是我们的主日学的老朋友们，但是他们今天回到教会我们看到永轩回到我们中间，我们拍手欢迎他们。然后郑燕也回来了，因为郑颖应该是回去学校，所以郑燕也回来。好，然后我们现在来介绍，就是今年我们教会很棒，就是有很多个升大学的孩子有陈冠伦杨正燕、杨永轩，然后庄子策，然后请你们来到前面好吗？冠伦跟子策因为回到学校了所以他们今天没有在我们中间。然后升高中的有吴若雨、赖幼雨，幼雨有没有来？好，请到前面来。然后升高中的升国中的有赖佑任在楼上吗？还是在楼下？好，那升国小的有蔡耀成，耀成今天没有来。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蔡长老。新的期待我们觉得非常欢喜。在经文中有讲，敬畏耶和华是上帝的开端。你也有智慧，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们就会得到智慧。然后我们站一排不管你高中、国小，我们全部站一排。这些都是我们教会为了的希望。咱感觉讲，伫咧新州，反正我迄阵的情形已经差不多几啊10年前我是会当伫遮简单做一个见证。我从细汉的时阵是老模样，无人要插我，所以我成绩拢第尾名。我甲上帝祈祷的时阵，开始咧考试，我关的时阵，甲上帝祈祷。我伫教会中间的服侍，恁拢有看到。无人知讲我咧考试，但是我考掉，而且是第一名毕业。那伫即个时阵，我嘛要甲恁讲，敬畏耶和华，敬畏上帝，上帝开你的脑。今日咱唱的这首歌，互你看见，互你开你的目睭。上咱今日所甲恁讲的，嘛是恁爱看见了，嘛是爱挖出去，这物件。所以咱今三个来祈祷，请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现在天父，我们会感谢你，我们所看到我们上帝你所赐的最年轻而且最有希望的一群。求你开他们的耳朵，特别开他们的脑，让他们有智慧的心，在上帝的面前得到上帝您的照顾。求你保守他们所走的每一步路，让他们在求学的过程中有上帝慈爱、慈悲跟他们同在。那么走的每一步路，上帝跟他们一起在一起，有恩典、慈爱跟随着他们，直到一生一世。让主的爱充满着他们，让他们活出主的爱，而且彼此相爱。让恩典永远在他们身上，让那脚步所走的每个脚步有主你的恩膏在高抹着他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佮看一下这种是以后咱台湾的希望咱国家的希望看一下，以后的希望就是拢看伊尔我好，谢谢，来，好，我们下去。好，来，上来说，还要再介绍一下给你们，给大家知道一下。来，你来介绍一下，来，上来，全部来，这让我们的辅导让你们介绍一下，来。好，我们要看右手边的第一位帅哥，郑燕，来，郑燕。好，那个第一位是永轩。
是我们的小雨，若雨。好，再来是赖佑宇。好，我们的赖佑任。好，有点干，对不对？你们可以下来。好，这时咱要请叶长老来带咱导读。今仔日要导读的是《历代志下》11章到17章。好。亲爱的平安。历代志下11章到11章的是讲迄个罗波安哈，罗波安就是南国了哈，南国犹大这个国家，他比较强盛啊，就离弃了神。所以离弃了神以后，就埃及上一次有讲过，埃及的法老王就来攻打他，把圣殿里面的金银财宝全部抢走。后来罗波安就去世了，换他的儿子那个内容记是讲亚比昂啦吼，亚比亚起来以后，因为也是神说也祝福他了，神也祝福他，所以还算强盛了吼。以色列呢，这个亚罗波安就来攻打他。来攻打的时候，那一次攻打的时候，因为呼求神，神就让这个亚比亚打赢。打赢了以后，圣经有记载了一句话，他怎么讲？他说那个以色列从此不再强盛了，亚罗波安呢从此不再强盛。亚罗波安本来是很强盛后来不再强盛。这个是特别讲到。再来就是讲到这个亚萨。亚萨当王的时候，我们知道亚萨当王的时候，亚萨比较他说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遵行他的主大卫了大卫，然后呢就把一些那些祭坛那些就是在用咱今麦来讲差不多讲迄个土地公庙一种的。就是像这样每一个山头里面都有那一些他就把它除掉了。除掉以后，神有祝福他，祝福他的时候，我们知道后来古时就是埃及来攻打他。埃及来攻打的时候，他就呼求神了，因为埃及的军队实在非常多了，埃及很强大嘛。以色列那个南国犹大实在很小，因为埃及跟那个南国犹大是接在一起的。几乎没有什么屏障可以防备的，所以在攻打他的时候，埃及军队又很强，所以呼求神神圣经里面讲说，你呼求神，神就应允你，神就跟你同在。后来他把神让那个古时那一边的军队那边突然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好像自己又打起来了，自己里面就打起来，结果呢就后来古时军队就失败了，就回去了。那一次他说古时以后就没有再强盛了，也是这样讲了。后来真的没有了。后来埃及就换了王就出了问题接着后来那个谁来打呢？后来他们隔壁的这一些这些摩押人这一些非利士人这些来攻打他的。这一次亚萨王并不求告神了，去找谁呢？找亚兰王对，叙利亚了。找亚兰王，所以先知来责备他说：“你为什么去找他？上一次古时来的时候，古时不是更强大吗？你竟然这一次你竟然去找那个亚兰王，当然亚兰王有帮他了但是这一次先知这样讲的时候，那个亚萨这个把先知就把他关起来了，就把他关起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人有的时候会改变因为有的时候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就呼求神了。当你认为自己很强的时候，不免兄弟我自己来就好就会这样其实我们从这个圣经上看到了，就有很多是这样。所以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应允我们。所以哪一个国家以耶和华神为他的神的时候，神就会祝福他了。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他说他的仇还越增加了，越增加。这是以上我跟各位分享了。刚刚上恩有讲说那个去庙里面去那边我们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王长也知道我那庙嘛拢会拜啦，拜的时候拢会大家人拢会叫伊因兜请啦，我们基督徒就知道说，哎呀这个
大概比较少人会叫了。所以后来我们教会啊，就利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举办请人家到教会来，我嘛办桌了哈，就我们办桌，因为我还记得因那像9月初九啦，我咧装那像9月初九，我们就12月25号就办桌请大家来，我们同学就请他们来，就是这样。要不然会不会去呢？会，有很多人会去的。三重埔较济，我读大学时，三重埔嘛是，那咧老热的时候，同学都在三重埔，那么一直叫，就是说要不要去？其实那个时候乡下就可以了解那一种情况了。以上。好，这时咱要请信歌队来吟祝福的歌。这首歌呢，大家应该是拢听真济遍、真久啊，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就是开口一起跟诗班一起唱哈。平安，嘉乐大哥平安，我了解嘉乐大哥，伊家叫哥哥，你好，平安，叫哥哥，叫阿妈，叫哥哥，叫阿妈。欢迎你来，欢迎你来，你跟刚刚以前是大学同学啊，现在说在改革中长老会，你改革中比较。这样可能是比较遵守改革中的那个改革中是以圣经为唯一的。